酒吧形态800款，这间位伫成功路下来特色酒吧，是专卖法国空运的青蚵加各种葡萄酒。业者因为曾经伫国外食过青蚵，爱上迄款滋味，所以嘛兴起开店，甲民众分享，甚至伫后要搭配品酒的课程。我想说，既然我们是台南人，也居住在台南，那是不是我们就可以把生蚝这个东西带来台南，分享给喜欢生蚝的每一位朋友？所以就开了这间店。那在 Lucien Oyster Park 这个生蚝专卖店，其实我们不是只有提供餐饮而已，我们希望这个空间有更多的可能性。比如说，在我们这空间，我希望可以提供给艺术家他们来展览他们的作品。该店正式开幕头一天，这民代贵宾甲好友拢到场相听，嘛共同见证伫餐厅所展出的，这是罕见一边泡泡龙的艺术家刘佩金的艺术创作，里面陈天辉相当感动，嘛另过一百。其实是一种感动的一个心情，因为他就需要是大家给他机会，给他机会，后也当表现家己。那我们的支持就是让他能够走出自己的一个创作，表示我们都支持他。那我们认购他的作品，除了鼓励他以外，也希望有更多人能够来支持我们泡泡龙协会。店在其实店内主家青蚵，伊所含丰富的锌，就是皮肤空脆的守护袂当欠缺的。所以业者用将心比心的心情，嘛进一步甲生态空脆守护再生中心签约，然后才卖出一粒青蚵得管10块，用长期的行动来尽一份心力。锌这个东西对伤口修复，它有很棒的那个修复的功能，所以我就觉得哇。原来是这样子，因为这个东西是以往我们没有想到过的部分，所以才开启我跟成大医院这一次合作的契机。如果要让我们泡泡龙的小孩他们的伤口能够修复的比较好，他们需要的锌非常多，是吃生蚝基本上是太贵了所以呢，平常就要补充锌。但是我们很高兴。这个 Lucien 这一家，他们愿意跟我们合作，可以帮助到这个泡泡龙的作者，我觉得非常的开心。在他生命这么困难的时候，能尽一点我的微薄之力，而且是在这么美好的环境，然后享用这么美好的餐点，希望把这一点小小的心意，让他感受到生命的美好。根据了解，罕见病友服务以及到处医疗，生态一档需要筹募600万。而伫热烈温馨的开幕酒会当中，大家拢要成为因的上大后盾，嘛要请你来食青蚵做爱心。台南新闻军旗采访报道。